各位秀林乡乡亲，大家好！赶来登帅别那么好，我是秀林乡乡长王玫瑰。秀林乡公所将在本年11月21日到110年的3月2日，将在富士太鲁阁文创园区的展览馆以及木谷木影游客中心办理109年度公益课程培训成果展的展览活动。本活动将展示各项我们在培养部落族人的各项工艺的一个课程，那所制作的出来的工艺品，有我们的桌上型织布机，还有传统藤编、图文的重制，以及传统改良式背心等等。在此竭诚的欢迎您有空走到我们的展示区，一同来感受具有太鲁阁族文化意涵的文创工艺品。